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章编读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：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31课。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要安怎读？自来水，自来水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窗仔门，窗仔门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接骨师，接骨师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咸菜鸭，咸菜鸭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总司令，总司令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高赞塔，高赞塔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旅行社，旅行社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太平洋，太平洋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罗汉脚，罗汉脚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原子弹，原子弹。11，这安怎读？猪头皮，猪头皮。12，这安怎读？检察官，检察官。13，这安怎读？媒人婆，媒人婆。14，这安怎读？三车路，三车路。15，这安怎读？扣条仔，扣条仔。16，这安怎读？唐人街，唐人街。17，这安怎读？土地公，土地公。18，这安怎读？乘风爷，乘风爷。19，这安怎读？妈祖经，妈祖经。20，这安怎读？上盖好，上盖好。21，这安怎读？摇把叉，摇把叉。22，这安怎读？西游记，西游记。23，这安怎读？祖师庙，祖师庙。24，这安怎读？胃肠炎，胃肠炎。25，这安怎读？博物馆，博物馆。26，这安怎读？羊肉炉，羊肉炉。27，这安怎读？教务处，教务处。28，这安怎读？绿豆椪，绿豆椪。29，这安怎读？管理员，管理员。30，这安怎读？新加坡，新加坡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